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6月10號，星期三。今日嘅重點新聞有：宏福苑大火發生咗超過半年，紅業同紅藝兩公司合共7個人被控誤殺、串謀詐騙等25項罪名，今日喺西九龍法院提堂。政府建議公務員劃一加薪2%，職方批評諮詢係做場戲，警隊又話加幅偏離機制。首先睇下宏福苑大火嘅最新後續消息。經過警方同廉署嘅調查，今日終於正式落案起訴7個人同埋2間公司。今次嘅案件合共涉及咗25項控罪，當中嘅罪名非常嚴重，包括咗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同埋逃稅。被起訴嘅名單入面，包括屋苑大維修工程嘅總承建商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同埋工程顧問公司紅藝建築師有限公司。至於個人被告方面，包括宏業嘅董事侯華健同埋何建業，紅藝嘅董事黃洽賢，另外仲有紅藝聘用嘅註冊檢驗人員吳躍、洪國偉、鍾素芬同埋李敏。案件今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喺庭上，控方披露紅藝董事黃洽賢涉嫌詐騙房屋局獨立審查組，令政府部門誤以為有妥善嘅檢測人員去確保工程安全。控方指，廉署上門拘捕黃洽賢嗰陣，發現有人正喺屋企製造借據。至於宏業董事侯華健，就被指曾經向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隱瞞過往嘅定罪記錄。另外，2名註冊檢驗人員吳躍同洪國偉，亦被指控扮演橡皮圖章嘅角色，喺冇盡應有責任嘅情況下，就幫86個大維修工程簽署咗相關文件。而宏業涉嫌喺維修期間，將阻燃同埋唔阻燃嘅棚網混合使用，目的係想避過政府部門嘅抽查。控方喺法庭上表明，由於案件性質嚴重而且證據充分，擔心被告有潛逃風險，所以反對各人保釋。同時，因為廉署仲需要時間去調查大量嘅電子記錄、屋苑文件以及銀行戶口之間嘅資金流動，法庭批准將案件押後12個禮拜，直到9月2號再審。喺之後嘅審訊入面，控方透露將會有9名紅藝前員工以及1名宏業前員工出庭作證。其中1名被告李敏本身係持雙程證，由內地嚟香港工作。佢今日喺紅藝辦公室被捕之後，目前需要暫住喺辦公室入面。而黃洽賢嘅太太鍾素芬就被控2項洗黑錢罪名。下一則新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今年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今日分別約見咗4個職方評議會，聽取佢哋嘅意見。不過呢個方案一出，職方嗰邊反應相當之大。首先睇下華員會嘅反應，會長蔡冠龍喺電台節目入面批評行政會議今次嘅諮詢根本就係做場戲，甚至形容係走形式。佢指出，過去近50年嚟，行會拍板之後幾乎冇因為職方意見而改過方案，唯一例外要數到1988年，所以佢覺得而家啲理據提交上去都係水過鴨背。職方完全係俾人當透明。蔡冠龍仲感嘆，公務員嘅貢獻喺社會眼中好似水同空氣咁，係唔經唔覺發生咗，但一有失誤就會被放大。佢形容呢種心態係好嘢當空氣，衰嘢日日數，仲話你要數偷懶蛇王，17萬公務員實有，一年每日數一個都係365個啫。佢舉例話三隧分流之後交通改善，連小學生都覺得隧道暢通咗，但就冇乜人讚公僕。對於今次加薪幅度，華員會原本爭取係劃一加4.12%，認為咁樣先可以追到通脹。蔡冠龍質疑政府喺度搬龍門，去年赤字就凍薪，今年經濟回升就話要考慮未來財政承擔，咁樣會令公務員士氣跌到谷底。佢仲形容而家政府工已經唔再係鐵飯碗，而係變咗膠飯碗，擔心以後好難請到人才。佢提醒政府唔好過於受民粹主義影響而壓低加幅。除咗華員會，警隊方面亦都表示不滿。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梁俊傑喺會面之後就直言，
對加薪2%感到不滿意，認為咁做係偏離機制，會繼續透過警察評議會平台反映意見。政府之前解釋，加薪幅度唔係單靠一條方程式計出嚟，要綜合考慮經濟狀況、財政壓力、生活費用變動同埋公務員士氣等因素。跟住要同大家跟進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最新附屬法例嘅發展。政府尋日根據呢條條例訂立咗附例，一啲原本唔係國安案嘅刑事案件，只要特首發出證明書，就可以被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之後就可以用國安法律程序嚟處理，而且呢個機制係適用於國安法生效前案件。咁大家一定會問，咁樣係咪即係有追溯力？政府對呢點就回應話，規例係不適用於已完成法律程序。政府強調，今次亦無新增罪行，亦都無提高到原有罪行嘅罰則，所以喺法律定義上係不具追溯力。政府仲強調，做法係符合港區國安法嘅立法原意，因為當年立法時已經考慮到香港仲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存在。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今日喺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之後，亦都親自回應咗呢件事。佢話政府係想透過附例嚟完善國安法律，將個實際運作做到更加清晰化。佢聲稱呢個舉動並非針對某些案件，叫大家唔好過度解讀，係針對例如反送中相關嘅個案。至於有人質疑政府係咪趕住修例，林定國就話政府係想用有效率嘅方式做嘢，但強調一定會跟足規矩做。佢話會按先訂立後審議嘅程序嚟行，之後亦都會喺立法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去研究，步驟會行足。轉去睇下交通安全嘅消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今日喺立法會提到，為咗預防商用車司機出現疲勞駕駛嘅情況，運輸署計劃由今年7月開始，透過專營權協議，強制規定所有新購買嘅專營巴士都必須安裝一套司機狀態監測系統。呢套系統究竟有咩用呢？當系統偵測到司機有疲勞症狀，或者車輛偏離咗車道，同前車距離太近嘅時候，就會即刻發出警示，提醒司機。根據政府數據，現時已經有大約40%嘅專營巴士裝咗呢套系統，而所有屬於車隊的士嘅車輛亦都已經全部安裝。局長希望呢啲車隊可以起到示範作用，令到其他私營的士都跟隨。點解政府要咁強硬要求安裝呢？資料顯示，過去3年涉及撞向停泊緊嘅工程車或護航車嘅交通意外，分別有6宗、3宗同4宗，總共造成19人傷亡。議員卜國明就質疑，呢啲意外好多時都係因為司機疲倦或者唔專心而冇剎車，所以佢建議政府應該將呢個系統推廣到所有新登記嘅私家車同商用車，例如貨車咁。除咗監測系統，局長亦提到政府會研究係咪要求其他商用車安裝俗稱黑盒嘅電子數據記錄儀。目前大部分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經裝咗或者準備裝。除咗巴士強制裝機，警務處喺呢個月亦會再次展開行動，重點打擊商用車司機唔專注駕駛嘅行為。另外，政府打算最快喺今年第4季開放網約車牌照申請，預計首階段發1萬個牌。選委界議員蘇兆聰關注網約車司機為咗達標，會唔會疲勞駕駛？陳美寶回應話，會要求平台提供司機嘅服務時數數據，等當局可以適時分析風險。最後睇埋股市表現，恒指今朝低開123點之後，雖然一度縮減跌幅，高見24,505點，但淡友隨即發難。大市最多跌過358點，低見24,207點，一度失守24,300點水平。今日恒指全日跌157點，錄得連續6日下跌。計埋今日，恒指喺呢6個交易日入面，總共跌咗1630點，跌幅達到6.26%。恒指今日最終收報24,407點，跌幅係0.64%。全日大市成交有3205.54億元，而北水就繼續有淨流入，金額係82.43億元。喺93隻藍籌股入面，有53隻係升嘅，39隻就下跌。
國企指數微跌5點，報8318點，科指就跌44點，收報4724點。騰訊發行咗24.5億美元同150億元人民幣票據，股價升咗2.7%，報465.6元。網易同快手都升咗3.8%，不過阿里巴巴跌咗2.2%，小米亦跌咗3.2%。匯控表現失色，股價挫近半成，跌咗4.8%，收報135.3元。友邦跌1.1%，吉利升4%，係今日表現最好嘅藍籌。相反，聯想係最差藍籌，有傳佢哋7月起全線產品加價，股價即刻跳水9.4%，收報23元。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依度，多謝各位收睇，守護真相，絕對不放棄。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聽晚再見。